台湾话偏心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大细心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偏心，指人故意偏袒一方，对某一方存私心，用力。做事大的人对待囡仔唔通大细心。做长辈的人对待晚辈不可以偏心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